未来是人工智慧的时代，教育部今仔宣布讲，台大、清大、成大等25间学校，要来成立台湾大专校院人工智慧协定联盟，互无共领域学生新的学期会当看校线顶来学 AI 的课程。上课的时阵，台大老师咧教有关 AI 科技、机器学习的课程。这节课因为 AI 伫全球真时行是真受欢迎，为了迎接 AI 科技的挑战。教育部长初二宣布，由台大、清大、甲成大等25间学校成立大专院校 AI 协定的联盟，或者会真珍贵 AI 的师资甲资源，会当伫学校之间交流。那我们目前预计的班级人数是500人啊，这人数看起来当然比刚才的要稍微少一些。那因为这个课程实际上是一个很吃重的课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助教资源。整个运作上都很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把1000个人数再把它倍增，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后把它扩增到上万人。教育部强调讲，无共领域的学生新学期会当下学校线顶上 AI 的课，内容包括初阶探索应用、工业应用的学程，也有进阶自然语言的技术、甲视觉技术的应用。是不是能够透过跨校更多的合作，打台湾队、组台湾队、这一个打国际杯，我想这是我们所努力的。我们并不讶异的是，其实这个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在 AI 的笼罩底下。包括像政大等人文科学为主的学校，嘛有加入联盟，做伙共享资源。对企业来讲，劳动力就是竞争力。第二个是对 AI 的焦虑 ，AI 是从上到下，每一个企业主都非常 care。未来学生若是完成学程，摕到学分学程的证书，代表有 AI 专业能力。业界人士认为讲，联盟整合各间学校 AI 的教育资源，会当补充业界对 AI 技能人才的需求。在引人的时阵，嘛会列入优先的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